第4節開始啦，最尾1節啦，唔知追唔追翻啦。一個波忽93號自己鏟啊炒啊！21號啊，自己攞翻個波。起手炒啊！13號籃板，手底啊！8秒進攻，5秒。3號2分起手炒，橙色66號嘅籃板，14號自己帶入去之後鏟啊！好多個波喎，21號有波啊！3號嘅助攻，13號2分入。14號啊，2分啊，炒啊，藍色啊，1號嘅籃板。有犯規。冇。哦，OK。8號3分。0號2球，第1球入。炒啊！橙色8號籃板。14號自己鏟啊！2球。21號犯規2球8球。咩啊？14號射咗啊，有罰球嘛？14號2球罰球，第1球入。第2球炒，橙色38號攞翻個籃板，2分入，有1球 and1。21號啊！喂，防守！
13號自己鏟入啊，2分炒啊，自己攞翻個籃板啊，再上都係炒啊。唔緊要，唔緊要。喂，醒神咩位2分。冇入分。爭啲，爭啲，冇。88號3分起手炒啊，橙色38號籃板2分炒，66號籃板炒啊，藍色3號籃板。會改。得，有我睇緊。14號2分炒啊。藍色2分入。A 係坐邊邊？坐呢邊。走嘢。勤力。14比88 3分炒啊！係邊13號啊3分都係炒啊！66號攞翻個波啊！2分count 一球 M1啊！66號。咩位啊？66 2分。1球。黑色天花網。冇。20號籃板啊！2分鐘咁樣講啊！好啊！防水。66號籃板。Sorry， 太大聲。38號自己爆啊炒啊！慢打，唔要啦，慢打。13號攞籃板啊，計。慢打，唔要啦，有佢。慢打，唔要啦。2個罰球啊！哦，sorry， 停咗。偏拋2球。射波唔開標啊！13射波唔開標。所有罰球加完。
13號兩球罰球，第一球炒，第二球都炒啊！38號攞翻籃板。舉直得啦，舉直，係。20號嘅籃板啊，可惜掉咗出界。sorry。夠啦，等下佢。拉埋，拉開。5、4、3、2、1，其實夠鐘。比賽完54-32，藍色贏，即係呢個 level 1，今場係贏波嘅。你抹下手先。